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。开讲讲吼，民间有一款走江湖的人，咱咧称呼讲，叫做王乐，甚至有诶吼，讲了较轻浮的，讲叫做王乐啊。啊，这句话对倒位来，咱来甲研究。头一种讲法，讲吼过去就是皇宫内院内底有迄款皇帝饲伫咧身躯边，安尼表演魔术、吞剑吐火，就是要王快乐的人，叫做王乐。啊，当然啦，敢是写快乐这个乐，你若照台湾通史的作者连雅堂，伊记载伫台湾通史内底，伊所写的都毋是哦。伊写讲吼，台湾民间吼有5种，拢是民间信仰的风俗。你像讲翁姨这嘛是，啊第5种就是王乐。连雅堂台湾通史内底记载，讲第5种5月王乐，时有魔术，剪纸为人，曲折来往，叶剑衣帛。一灵念咒，就是咧讲吼，走江湖的人讲来，大家围过来看。3色人讲5色话，人济话就济。我今日要表演啥？表演讲纸人会芳碗，石起达会变千拖，木屑会变胶纸。敢有影？论真讲，即马科学聪明的时代，咱拢知影讲，若迄落吼，叫你讲，即出水啉落，佮雾出来，哦，竟然即碗水本来清水。恁落嘴来落落的，雾出来，即碗内底变火水，迄毋是真正叫做道法，迄是魔术，迄是化学变化。毋过较早的人毋知咧，走江湖的人用纸人芳碗互你看，原因就是要来创啥？要甲你讲来，我即贴组团的药方，即贴吼，保证讲久年少，黑骨喘嗽，食落一服就见效。本来细罐的卖你200，大罐的5罐细罐仔要卖你1000，毋过今日毋免。1000毋免算800就好，800完啊毋免，甲你俗500犹太蓝山的拍鱼角一罐3-5就好，买来这边紧发声，就是要卖你药啊！毋则100几年前，台湾通史就咧记载啊，讲叶剑衣帛一灵念咒。有影，过去原来民间就已经有这款人，就是讲出来走江湖表演互你看，要互伊对信服，信服了，你会甲讲你有啥物药方无？我不但卖你药方呢。我教这场符灵，你转去吼，用火甲烧落去，清水啉落去。即马啉完了后，才甲我食药啊。食药啊，保证讲食到你身体用，食到你百病交治。毋过时代咧变化，咱嘛知影讲，即马咧卖药啊，无咧教符灵啦，有教拢教明白。有影讲道法学问真深，毋过咱嘛知影讲变人的嘛真济，所以吼，咱无论行去到倒位，咱目睭拢爱闭好金，毋通去互魔术专家去。剪纸为人，纸人芳碗，有当阵啊是物理的原因所造成，毋是真正讲有后壁神明伫咧吹符令，咱着爱看互真啊。